自执，伫你的面头前做阵来敬拜你。求主你安静阮众人的心，带领阮众人今日礼拜，互阮伫即礼拜中间会当听到主你的道理，互阮会当开阮的心，过来亲近主。阮嘛感谢主，伫这武汉肺炎疫情之下，阮国家啊，阮老百姓拢有得到真好的保护。阮嘛将这恭敬奉献伫主你的手中，希望主继续带领阮的政府，也保护阮众人会当得到平安。阮嘛希望望伫路上要来礼拜堂甲咱做阵敬拜你的会友，保守因的骹步，互因会当顺顺利利来到你的礼拜堂。阮今日要开始今日礼拜，阮安尼恭敬奉献伫主你的手中，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后早，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吼。那阮迄敬拜团吼有准备2条诗歌，爱献互阮即个世界上伟大的妈妈。好，请咱起立，做伙来唱。头一条诗歌是国语的哦吼，阮会当用迄国语做伙来唱吼。见上帝的应许，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诚心所愿，单单顺服。希望各位母亲可以在上帝的爱里面，就像大海里面的珍珠一样，都是上帝的宝贝。我看见上帝的奇迹，我看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等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诚心所愿，单单顺服。来，主啊，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
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所行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全心所愿，单单顺服。再次，主啊，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之树。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是心所愿，单单顺服。让我们一起顺服在主的面前，匍匐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所以来这首诗歌吼是台语的哦吼，可能有兄弟姊妹是头一摆听，嘛无要紧啊。这首诗歌嘛不会很难啦，也蛮简单的。那我们就一起跟着来唱哦吼。爱亲像风吹，轻轻放予阮飞。不管天地遐尼宽，不管梦雾遐尼大，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看着阮的山。爱亲像风吹，爱亲像风吹，轻轻放予阮飞。风吹永远袂失败，自由自在，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看顾阮。爱如风吹，爱如风吹，轻轻放予阮飞。爱如风吹。上帝，看阮的山永远袂失败。爱如风吹，爱如风吹，轻轻放予阮飞。爱如风吹，轻轻放予阮飞。阮的上帝。伫遮吼，甲大家分享一个，伫我细汉的时阵吼，因为爸爸妈妈无闲做工课，所以呢，拢是阿嬷在照顾咱。我头一摆听到这首诗歌的时阵哦，心内吼足感动，足感动的，互我想到阿嬷对咱的爱，就亲像风吹共款，互阮足多自由，也毋过嘛伫身躯边，点点的看顾咱。各位兄弟姊妹，身躯边是毋是嘛有这款的时段？在你需要帮助的时阵，安尼看顾你咧。若是无，嘛无要紧，因为啊，即马天顶就有一位上帝在看顾你哦。好，爱亲像风吹，爱亲像风吹。轻轻放予阮飞，不管天顶遐尼宽，不管梦雾遐尼大，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看着阮的山。爱亲像风吹。轻轻放予阮飞，在茫茫的风雨中，风
风吹永远袂失迷。自由甲自在，天顶的上帝，永远看顾。爱如风吹，轻轻抱予阮飞。爱如风吹，轻轻抱予阮飞。啊，阮的上帝，牵阮的线永远袂失迷。爱如风吹，爱如风吹，轻轻抱予阮飞。爱如风吹，轻轻抱予阮飞。啊，阮的上帝，牵阮的线永远袂失迷。一心对你，一心对你，一心爱你，风吹永远袂失迷。愿各位兄弟姊妹一生来对耶和华，在耶和华满满的爱中，永远袂失迷。大家请坐。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即时来吟诗，新信诗375首，新信诗375首。着带圣礼物，着带圣礼物，伫这快乐日子，着用什么言辞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日，纪念上主大恩，着献什么歌表达阿乐敬尊？请起立金泉手。
济。即时咱要用主导文做咱的信用告别第9部的第7面，第9部的第7面主导文，掀开咱三角laptop。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心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启应，即是来启应，请咱掀开信息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篇，就是诗篇16篇。现着咱三角来读，我来启，恁来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直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间。你会教是你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恭受上帝话，吟诗，即时要来吟诗。新圣诗165首，新圣诗165首。听堂圣神，求你降临。听堂圣神，求你降临，感动阮得完全。让阮经验你的国度，扩展你的掌管，恳求圣神，活命充满阮；恳求圣神，活命充满阮。请起立吟全首。听到圣神，求你降来，感动阮的完全。让阮经验你的国度，扩展你的掌管。恳求圣神。我
济。献诗，咱要请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感谢您，感谢你妈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搁一摆，今仔日是，嘿，咱请所有妈妈站起来。你是妈妈的，以前是妈妈，即马是妈妈，将来嘛是永远是妈妈。吼，只要你有生着囝，你就永远拢是妈妈。好，请咱起来，咱感谢主吼，因为。主要所疼咱，所以将妈妈赏赐予每一个囡仔。细数囡仔来当体会到妈妈的疼，就会当体会到上帝对咱的疼。所以这个时阵，阮的小朋友要送每一个妈妈较耐心，请咱妈妈，若看到阮的小朋友有说话歹势，请你甲手撑出来。吼，无你歹势，伊歹势，即支绿花毋知要哪送出去。下记甲阮小朋友讲谢谢哦。感谢主，伊会疼甲咱时常三角地地，就亲像妈妈的疼甲咱三角地地共款。咱嘛期待安尼送货的过程，阮的小朋友，主日学小朋友借着这个机会来感谢所有的妈妈。当然嘛有包括阿嬷啦吼，妈妈啦、阿嬷啦、阿祖啦吼。拢有吼，这拢是疼的代表。感谢你，遮尔啊疼细囝，遮尔啊疼这小朋友，因为恁的疼，阮会当深深来体会到主要所对阮的疼。咱的妈妈若有摕到花，就会使坐落来吼，无要甲恁发起来的意思吼。祈求这堆花带着，互恁带着这堆花。今仔日规日拢会当体会到阮的小朋友对恁的疼痛，吼，阮期待每一个
即个花拢会带互你平安甲喜乐，吼，嘛会当祝福伫你咱这细囝会当平安来大汉，吼，诚侪上帝真好的器具。敢有咱的妈妈？细数你今仔是爸爸，但是我就是要做妈妈嘛，是会使徛起来吼。我感觉我就是像妈妈共款咧照顾囡仔啊，我嘛是共款啊，你嘛会使徛起来吼。好，搁有咱的妈妈，搁无摕到的无？小朋友会加教堂嘛有哦，吼，地下室可能嘛有哦，搁有咱的楼顶嘛有哦，楼顶有去无？小朋友楼顶有去无？有吼，有咱请所有的妈妈拢会当坐落来，感谢主，祈求咱的主赏赐的平安甲喜乐，甲咱一世人三角地地。特别是母亲节的日子，阮期待每一个妈妈拢会当体会到上帝赏赐你的平安甲喜乐。好，咱的小朋友若是咱的花送了，咱就会使慢慢啊行转啊，咱的献诗，咱献诗还袂煞哦，吼，拄则是第一段尔，咱即摆阁有第二段哦。来，拜托咱所有妈妈讲一下谢谢的来，备来。小朋友搁讲一摆，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搁练习一次哦，预备来。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咱的妈妈来，感谢主，感谢恁。来，咱的小朋友拿落去。今仔日吼，若是馆顶徛起来，这个小朋友是你的孙的、你的囝、你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孙的。今仔日因要做三明治吼，所以伊会送互恁三明治，请咱确定啊，甲咱做伙来野餐，吼，欢迎你，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欢迎你确定会当甲阮做伙来野餐吼。啊，阮的野餐因为天气是足热的，可能无要出去，阮都是要伫教会野餐，吼，阮都是要伫教会，甲咱伫教会路营是共款吼。好，安尼，搁一摆祝福天下，特别是坐伫遮的母亲。今仔日母亲节快乐！啊，特别伫一世人的中间，拢有上帝疼甲稳定甲恁陪伴，拢有得到因的祝福满满，互恁有平安甲喜乐。好，以上。好，咱即时要来祈祷，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全能的上帝啊，阮感谢你，阮为着你所赏赐的逐项的恩惠来感谢你，为着你时时刻刻伫保护阮，互阮平安来感谢你。除了感谢你的赏赐，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来认罪。阮伫生活中常常离开你的路。言行举止，拢做你无欢喜的事，拢求你会当来赦免阮，嘛求你教示阮，当阮拄着试炼的时，互阮会当得胜，互你的信心带阮，甲掌管阮的心。这个世界因为虚炎的关系，每一个人拢真惊吓。求你，互阮会当平安，互阮伫即个时刻会当搁较亲近你、仰望你。恳求你施阮赐福伫阮的政府官员，互因
会当遵探你的旨意。当因伫决定任何代志的时阵，拢是为着即个土地的百姓。恳求上帝是阮伫礼拜中的每一个人，会当用今仔日的，会当用阮的耳孔来听今仔日的真理。即个真理会当栽种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结好果子，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有2位的圣经节，第一位伫约书亚记第2章第1节到第7节。约书亚记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伫旧约231面。约书亚记第2章第1节到第7节。第1节，恁的囝约书亚对实定暗真找2人做侦探，吩咐因讲：恁去看遐个地甲约利哥，因就去，到一个娼妓拉合的厝，就歇伫遐。有人报耶利哥王讲：看。今暗有以色列人来遮偷看即个地，耶利哥王差人去拉合遐讲，遐个来你遮入你的厝的人，你着带因出来，因为因来是要偷看即个全地。妇人人将迄2人藏捌，就应讲，真正有人来我遮，总是。因对倒落来，我毋知。日暗要关城门的时，遐个人出去，因去倒落，我毋知。恁紧紧去入，就会入着。第6节，总是妇人人已经带因就厝顶，将所摆伫厝顶的麻果来看因。遐个人就按约旦迄条路入去，到路头入因的人，一个出去，城门就关。另外一位是伫马太福音第1章第5节到第6节。马太福音第1章第5节到第6节，伫新约的第1面。撒文对拉合是波斯，波斯对罗迪是西俄别是亚西，亚西生大毕王，大毕对俄利亚的某生所罗门。读圣经到遮，即时请黄传道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母亲的节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国外节了后的第5个主日，嘛是咱国际母亲节。伫遮，我来大声来向咱在座咱的母亲、咱的阿嬷、咱的阿祖，啊，搁咱坐伫电视机面前，咱的直播，也是
过了后，再看迄录影，会隆重的母亲，我要来献上我对恁的祝福，祝恁母亲节快乐。虽然全世界无拢伫咱今仔日即天来庆祝母亲节，总是所有的国家拢有找因家己特别的一天来祝福甲庆祝因家己的母亲。今仔日咱要对几个无共款的角度，咱要来了解咱一个母亲因无共款的伟大甲感动，正做咱今仔日的母亲节，咱的尊重甲纪念，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个人一个阿母。透过阮的阿母，阮通享受到对你来的疼痛、关心、怜悯、包容，甲无少代价牺牲，甲无所不至的饶恕。阮知影，阮拢总的感谢10000分，嘛无够1分。阮只有伫母亲节的今仔日，阮用至关无上的感谢来感谢阮伫地面上的母亲。阮也要用更加谦卑、甲敬虔的心，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搁一摆来领受你的启示甲教示。我们要将线接的信息分享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引带带领，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愿献上感谢甲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母亲节的由来，伊是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伫106年前，也就是1914年的5月初8。美国的国会，伊通过复议案，来指定每年5月第2个礼拜，称作美国的母亲节。后来全世界各国嘛陆续来军队。那么目前差不多有超过70%的国家，拢定伫即天来称作因的母亲节，包括咱台湾。那么这个过程是有一个叫做安娜的妇人人，伊经过9年的努力得到的成果。因为安娜的母亲，伊伫1905年过身，安娜真思念伊的母亲。那么伊的母亲生前有一个心愿，伊就是希望这美国会使定出一个固定的一天。来升国旗，来感谢，来纪念，来祝福，来所有的母亲。所以为着安尼，安娜经过9年的努力，就来完成伊的母亲的这个心愿。那么伊的母亲伊是安怎有这个心愿？有主要有2个真大的原因，就是讲，因当时。迄时阵，囡仔生落来，伊的存活率，就是生落来佫活咧的存活率真低。伊的母亲生13个囡仔，拢总活落来4个。所以伊感觉，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不管伫身体上、伫心理上，拢真辛苦，拢真伟大。所以伊想要来纪念所有的母亲。佫一个就是讲，因迄阵啊拄啊结束，即个美国的南北战争无偌久。你知影咱美国的南北战争拍真久，几啊年死足侪人。安娜的老母伊是
一个牧师的查某囝，所以讲安娜的外公是一个牧师。所以安娜的老母，伊伫伊所住的所在的迄个卫理公会的教会，伊教主日学，像咱头拄仔唱甲足好听，遮个小朋友安尼主日学，伊教主日学教20档。所以伊教着真侪，迄个老爸伫战争中无去的囡仔，嘛接触着真侪遮个囡仔的老母，所以伊真知影，遮个囡仔失去了老爸了后的艰难，甲遮个老母因所遭遇着，因拢总的苦难。甲因的勇敢，甲坚持。有一天，伫安娜12岁的时，伫有一天的主日学，安娜伫台仔骹听伊的老母伫台仔顶上课的时，因老母就甲即个伊的心愿，希望设定一个固定的日子来感谢普天的老母的即个心愿呢，就来。伫内顶来讲出来，即个心愿就安尼，伫小小的安娜伊的心内，就安尼来记条条。所以伊就一直记到伊的老母过身去了后，伊的思念了后，所以到1907年。就是老母过身的两年的周年的纪念的时，伊就说服因老母所属的这个卫理公会教会，来为着因老母2周年的这个纪念，做一个纪念的礼拜。佮用着因老母生前上介喜意的白色的康乃馨，来布置规个教会几啊百类的康乃馨。安尼，就来纪念即个母爱伊的甘甜，伊的纯洁，甲伊的永远的伫地。所以，就安尼了后，佮经过真侪的走撞，最后伫咱的1914年的5月7日来美国完成即个立法。这个就是咱母亲节的由来。检采敢若对这个母亲节的由来，咱就已经来得到足大的感动。母亲节的故事有真侪。我记得咱细汉的时，定定咧耍迄个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应该大家拢捌耍过。一个人伫头前做老鹰，做母鸡，后壁一群囡仔，头前。一个人做老鹰要来掠小鸡，大家就伫遐走撞。这个游戏，咱知影，这个老鹰伊本身伊足歹、足强、佮足勇的。这家母看起来吼，两只。不过，当这个老朽，伊对迄个半空中，若要冲落来掠家囝的时啊。这个家母若起歹，伊迄两边迄个帽阿妈棍的帽穿起来，若起歹掠讲，为着家囝的性命，无顾家己的危险，要来甲老鹰拼命的时，这个老鹰伊佫较歹，伊嘛爱哭歹3分，所以定若无法度进攻的时，伊嘛是爱踢，佫飞转去。所以，咱对这个故事，咱就看着讲，诚做母亲的，不管你是啥物种的母亲，就是所有世间上所有生囝的母亲的人，因对囝的牺牲、保护，安尼咱会得到足深的印象。佮咱嘛知影讲，一个母亲，来对伊的囝，伊的影响。是真大。咱知影，咱中国的宋朝有一个乐庙刻字，迄个叫做尽忠报国，忠义的岳飞，
伊是流传千古。我想岳飞的故事，咱大家拢真熟悉。岳飞本身可能伊是嘛是拢骁勇善战，忠义相传。不过伊的老母，伫伊要出征的时，伫伊卡车片刻字的勉励，对伊一定是真大的影响，所以来千古留名。这伫中国历史当中，伊是一个足突出的故事。包括着咱即马常常咧食豆奶配油炸粿，这个油炸粿就是咧食真粿，啊真粿就是这个害死岳飞的这个奸臣，伊叫做秦桧。迄阵啊念做真粿，所以伊是食油炸粿。所以我们喝豆浆配油条，这个油炸粿就是食较大，啊，搁咧食这个奸臣。所以咱就知影，这个岳飞伊的老母刻这个尽忠报国，对岳飞的影响，伊的忠义千古留名，一直到当害死伊的奸臣，咱还搁咧甲纪念。好，咱即马开始来看咱圣经中几个母亲伊的形象。伫圣经的社会当中，尊重父母是一定爱做的代志，迄是上要紧的代志。若无尊重父母，会受到真严厉的责罚。咱来看到利未记20章第9节，既若咒詛老爸也是老母的，的确着互伊死；伊咒詛老爸也是老母，伊的罪就归伫伊的身上。再来看申命记27章16节，看轻老爸也是老母的，就是着咒诅，百姓拢着讲阿免。所以这两句经句，咱会当了解。虽然自古以来，拢是重男，一般的社会拢是重男轻女，包括犹太的社会嘛是重男轻女。不过，咱伫咱的圣经的经文，嘛拢会常常看到老爸甲老母，伊是常常拢爱做伙提出来讲的。甚至有时阵，老母伊的权威，还佫要比老爸佫较大。譬如讲撒拉，伊要求亚伯拉罕甲伊的女婢夏甲赶出去的经文，咱伫创世纪21章第9节第9节到11节，伊安尼讲。当时埃及人夏甲甲亚伯拉罕所生的囝在冷笑，互撒拉看到，就对亚伯拉罕讲，就赶出即个女婢甲伊的囝，因为女婢的囝袂通甲我的囝以撒当做后嗣。亚伯拉罕因为伊的囝的缘故，所以不加忧闷，因为伫撒拉还未生的进前，伊同意亚伯拉罕甲伊的女婢夏甲生一个囝。啊尾仔撒拉佫生囝，啊即时咧庆祝撒拉的囝的时，夏甲甲伊的夏甲生的囝所伫遐冷笑，所以去互撒拉看到，伊就感觉威胁到伊继承亚伯拉罕的后嗣的即个问题，所以就甲赶出去。啊，两个拢是囝，所以亚伯拉罕伊会真忧闷，伊会毋甘，伊嘛无情愿，但是撒拉安尼甲要求，伊嘛是着爱答应。所以咱来看到讲，检测一个女人，一个妇人人，有时伊的权威嘛佫比查甫人较大。所以伫圣经当中，诚做一个母亲。妇人人不但爱生囝，嘛佫爱顾囝，这是咱伫圣经的经节当中看到诚济。吼，伊爱做厝内拢总的代志，伊爱做衫，爱洗衫，爱打水，爱做饼，所有的代志
即个妇人人拢爱做。当然，甲全世界各地的老母拢是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母亲的伟大、辛苦甲著磨。但是咱圣经咧，人类的祖先亚当甲夏娃的名来讲，亚当即个名意思，伫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伊是人类的源头，就是人类的开始。夏娃即个母亲，即个妇人人，伊的本意就是万物的本源。所以伫遮咱就看到母亲，伊是万物的本源。个母亲即个希伯来文的字根，甲咱灵敏即个希伯来文的字根，伊拢是子宫的意思。子宫，咱若来看子宫怀胎的图，咱会看到，伊互人感觉真慈悲、真灵敏，伊嘛感觉互人感觉遐尔包容，阁遐尔广阔。伊虽然细细粒，毋过感觉伊包容一切，伊遐尔广阔。伊也看，感觉起来敢若真软正，真软弱，毋过伊却是遐尔刚强，遐尔壮大。你甲想，有偌济人，有偌济遐尔伟大的人，拢是对遮来出世的。所以讲，母亲伊本身的奥妙。自古以来，咱就看到伫古早的圣经的世界，母亲的意义，都已经甲咱的上帝来做结连。咱再来看今仔日咱第一节的经文，约书亚记第2章第1节到第7节，论的囝约书亚对伫10殿偷偷找2个人做侦探，来甲因吩咐讲：恁去看遐个地，甲耶利哥城，因就去到一个娼妓拉哈的厝，就伫遐休困。有人去甲耶利哥城的王报告讲：你看，今暝有以色列的人来遮要偷看咱即块地。耶利哥城的王就找人去拉哈遐，甲伊讲：遐个来你遮，搁入去你的厝的人，你就带因出来，因为因是要偷看即个全地，即个全地。那妇人人呢，甲因2个藏起来，就甲这找来的人因讲：真正有人来我遮，总是。因对倒位来，我毋知。日头暗的时，城门要关进前，因就出去啊。因去倒，我嘛毋知。恁就赶紧去约，就约会着。总是妇人人已经将因带去你厝顶，佮用摆咧伫厝顶的迄个抹布，甲因盖着。遐个人要来找人。就听拉哈的话，就对约旦河迄条路，就去约，要约因来到这个路头，伫因一出城门，这城门就关起来。所以咱伫遮，咱看到拉哈，伊虽然是一个妇人人，一个娼妓，但是已经救了约书亚派来的探子，无互。这2个探子来互耶利哥城的王派来的人，甲掠去。我想咱大家当了解，这个做法的危险性。检差若看暗捌无好，逼空，我看因全家的人，拢会失去性命，拢有安全的危险。
所以伊真做一个妇人人，真做一个冲击的妇人人。伊免哪有即款的智慧，伊免哪有即款的气力，要来敢做即款的代志。若要了解咱，煞接来看下面经节继续第8节。即两个人呢还袂困，妇人人就上厝顶来到因遐，对因讲：我知耶和华已经将即个地赏赐互恁。搁因为恁的缘故，我拢真惊吓。所有住伫即个所在的人民，伫恁的面前，我拢失胆，拢惊甲破胆。因为阮有听到恁出埃及的时，上帝安怎伫恁的头前，互红海的水打去，搁有恁安怎款待迄个约旦河迄边迄两个阿摩利王，就是西王甲恶，即两个王，拢是恁甲毁灭的。所以，阮一听到即个代志，阮就惊甲破胆，因为你的缘故，阮逐个人拢魂不附体，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要伫天顶甲地下来做上帝。所以，咱伫遮看到拉哈，伊虽然是一个妇人人，一个娼妓，但是伊认捌上帝，伊相信上帝，伊个敬畏上帝。那么，圣经甲咱讲，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智慧的开始。所以因为伊有敬畏上帝。所以有教业智慧去做迄个下主心意的代志。耶稣嘛甲咱讲，上帝是要看人的行做，毋是要看人的口号。伊无要听人的口号，伊是要看人是咧安怎做。所以拉哈伫亚利哥城所行做的代志，所行所做。伊改变了以色列人几千年来的历史甲命运。伫遮咱嘛看到妇女人甲母亲的角色，因用甲查甫人无共款的方式，伫影响这个人类的历史。这时，咱嘛要来看，咱今仔日第2段的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第5节到第6节。撒门对拉哈生波阿斯，波阿斯对罗德生俄比德，俄比德生亚西，亚西生大比王，大比对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所以伫遮，这个是记载伫马太福音，咱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伫遮咱来看到拉哈，就是罗德的老母。罗德就是大比王的阿妈的阿祖。那么大比王，佮甲乌利亚的某来生所罗门王。乌利亚的某，这个乌利亚是大比王的将军，啊，伊的某的名就叫做拔示巴。拔示巴就是所罗门王的老母。那么拉哈咱今仔他拄也有讲过，啊罗德，咱伫顶摆妇女纪念主日，咱嘛有讲到，拔示巴乌利亚的某，伊的翁伫战场替伊的王大比王在拼命，在甲敌人征战的时，大比王
确实来抢伊的某来做大伯的某，这就是有利的某，就是拔示巴。好，安尼咱来了解，伊互大伯郎抢去了后，怎啊来生全以色列上较兴旺的所罗门王。所以咱伫遮看到三个妇人人，因伫以色列的历史来扮演着真关键的地位。啊，咱若搁向顶悬看第3节，啊，甲向下面来看第16节。咱来第3节来看到第一章的第3节，来这共款是咱耶稣的家谱，犹大甲塔玛生法勒斯甲舍拉。啊，第6节讲雅各生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迄个称作基督的耶稣是对即个玛利亚生的。好，安尼，咱直接佫看到塔玛，啊，甲玛利亚，啊，甲他拄仔3个妇人人，咱直接拢总看到5个妇人人出现伫耶稣的家谱内底。伫犹太人的社会，妇人人本来就较无地位，一般的家谱袂将妇人人写伫家谱顶面。这个代志，咱伫另外一个福音书，伫路加福音的福音书内底第4章的耶稣的家谱，咱就来内底就了解。伫迄边的家谱，就拢无写妇人人。拢无写到妇人人。那么咱伫遮不但是看到女的，搁一捆头看到5个。其中虽然塔玛咱较无讲到，那塔玛就是伊连续两个嫁互两个兄弟做某，一个阿兄一个小弟，两个翁拢死去了，伊无依无我，伊必须要假做妓女，才来对伊的大官犹大甲塔玛生法勒斯嘛，吼，他来对伊的大官遐来得到正统的犹太这个支族伊正统的传承的妇人人。这就是塔玛。啊，玛利亚，咱当然真了解，伊就是耶稣的老母。所以，咱看到5个妇人人，其中4个也阁毋是纯正的这个犹太人。拉合，塔玛甲拉合是迦南的女子。罗德是摩押人，咱顶摆有读到。啊，拔示巴是赫人。啊，玛利亚虽然伊是犹太人，是犹大支族的犹太人，但是伊是在色女怀孕，所以咱会使了解到，因拢是相对的弱势。因是性别顶面的弱势，因为因拢是女的；因阁是地位顶面的弱势。塔玛是无助的寡妇，啊，拉合是亚利哥城的娼妓，啊，罗德是一个孤苦无依，啊，甲伊的大家返去回乡的这个新妇，啊，拔示巴的翁。是互害死的迄个可怜的妇人人。啊，玛利亚是未婚怀孕的弱者。不过，
因拢伫耶稣的家谱当中来发挥了伊真关键的气力甲作为。因伫圣经中嘛真正完整来回应咱的耶稣基督，伊迄个无分种族，爱到普天的去向万百姓来宣扬福音，来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伊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甲改变，因的身份，因的行做，完完整整来恢复着，来回应着耶稣的大使命甲改变。因为因拢是外邦人，所以是无分种族。因为因拢是需要人甲帮助的弱势者，来得到关键的作为。所以咱今仔日有来看到真侪种咱母亲的感动。咱来首先来看到安娜来完成了母亲的心愿，来设立了母亲节，一年一摆来纪念咱的母亲。咱嘛看到岳庙刻字迄个启动山河的迄个介绍气力，可咱嘛感受到红兄仔伫咧母亲的子宫内底迄个包容甲迄个怜悯。可咱嘛看到圣经当中的女性因所行做的奥妙，甲因甲上帝结连迄个伟大的气力。当然，咱看到迄个家母为着家仔囝的性命，无顾家己的生死咧拼命，甲老朽咧拼命的时，咱嘛想着咱的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来献出伊的性命，诚做活祭，来互咱得到活命。这个启示，互咱今年的母亲节，咱通好好来思想咱的母亲的伟大甲美丽，甲咱的天父上帝，伊念你咱普天的一切，伊念你的奥秘甲奇妙。我是大囝，我伫厝是大囝。一般的大囝也是长女甲老母，拢会较有迄个革命感情啦。吼，因为拢爱斗带迄小弟小妹嘛。哦尤其是我甲我的第二小弟，阮争吵有6岁，所以定定伫即个带小弟的过程，拢有足侪甲老母的合作，留下真深刻的回忆啊！吼，嘛定定为着做厝里的代志，也是甲带小弟的代志，甲我的老母来大细声。我是第一代基督徒，阮兜到即马嘛是干我一个基督徒，所以即几年落来，有真侪甲上帝之间的奥秘、甲感动，足想要甲我的老母分享，但是无法度，因为我是基督徒，尤其是我的老母当时若艰苦，也是心情无好的时，无法度用咱的上帝、咱的耶稣基督来甲安慰，我嘛感觉真可惜。不过安尼，嘛加强了我甲咱的上帝的结连，嘛加强了我甲我的传道娘，阮的互相的代祷。咱嘛定定听到人讲，一个定定替伊的囝儿祈祷的母亲，比留互伊的囝儿迄个万贯的家财，抑阁较宝贵。所以伫母亲节的今仔日，咱的确着来感谢咱全天下的母亲，
一年来的辛劳甲折磨，嘛要来祝福咱隆重的母亲，因母亲节的快乐。各位兄弟，恁的母亲敢有还搁伫身边？你敢已经真做囡仔的母亲？你的母亲敢有定定替你来祈祷？你敢有定定替你的囡仔来祈祷？亲像以赛亚的先知，伫以赛亚书66章13节，甲咱讲的，也就是咱今仔的金句，甲咱讲的，亲像人得到伊的老母安慰伊，我也要安尼来安慰恁，恁也要伫耶路撒冷来得到安慰。所以讲，若是你的老母无伫个啊，你嘛还袂做人的老爸老母，安尼嘛袂要紧，因为咱的天父，咱的耶稣基督，会照伊所讲的安尼，来互咱得到安慰。所以咱伫母亲会疼痛，咱会通来看到上帝的怜悯。那么伫上帝之外，咱来看到咱的阿母的伟大。万人伫庆祝母亲节，伫祝福普天的母亲的同时，咱嘛来甲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来甲因的主爱、甲怜悯来相结连，来享受到伫伊的内面，迄个永远的平安甲喜乐。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今仔因带，互阮更较了解阮的母亲，伊的勇敢，伊的智慧，伊的忍耐，伊的坚持，甲委屈。我们搁一摆来向普天的母亲献上阮的感谢，求主祝福因，拢通身体健康，心情欢喜，来母亲节快乐。我若要特别为着你，伫即摆阮武汉肺炎的攻击中，对阮的保护甲照顾，来感谢你。求你保守，互阮通保持阮目前抗疫的成功，互阮会当一直坚持到最后，隆重的平安。我若要将阮隆重的喜乐甲平安，求你赏赐予地面上的阮。我要将所有的荣耀甲荣光，要来归乎伫天顶的你。感谢天父，你听我的祈祷，献上我的感谢甲祈祷，拢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吟诗，新信诗615首，新信诗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伫主内面有喜乐，咱着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平安，咱着甲伊结连。虽烦恼苦楚我，亲像针伫擦，踮伫主，咱心内充满大喜乐。请起立吟传首。
即时以来奉献。请坐。要报告的进前，阮有一段影片要播放。这是少年团体为着母亲节来准备的一段影片，请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还不回家？给我早点回来。出去玩，刚好。为什么还在家不出门？为什么还不睡觉？为什么一直滑手机？啊！防疫期间还不戴口罩啊？为什么都不听我的话？等你长大哦，就知道。出去玩，刚好。为什么还在家不出门？为什么还不睡觉？为什么一直滑手机？啊！防疫期间还不戴口罩啊？为什么都不听我的话？等你长大哦，就知道妈妈的辛苦了啦。你哪会讲拢讲袂听啊？
我肚子好痛。啊，不都是因为你一直滑手机？哈？啊，你怎么叫都叫不动啊？哼，厉害吧？赶快去洗澡了啦！等一下出来吃饭啊！都已经8点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不要躺着滑手机啦，这样眼睛会坏掉哦。你近视已经够深了啦。为什么还不起床？亮嘛，关掉。才回来，去哪里？跟谁？做什么好事？还是干什么坏事？没有啦，就是那个。给我注意一点哦。你可以帮我拖个地吗？哦，好啦。看这样要拖不拖的是要干嘛啦？放着放着。哎，是你说的哦。哎，真是。Can't stay. No, my heart breaks every night that I'm without you. Oh. 你怎么考这种成绩？大家都考很烂，我已经有及格嘞。哎，小姐，你们班那个谁，他都可以考70、80，为什么你不行？他校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妈妈，我爱你。奶奶，我爱你哦。妈，我爱你哦。妈妈，我爱你哦。妈妈，我爱你哦。阿妈，我爱你。妈，我爱你。阿妈，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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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我爱你哦。老妈，我爱你。妈，我爱你。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耶！阿姨，那你公公公没？哎，妈，你怎么还没睡？怎么这么晚回来？去哪里？跟……好，这是要请黄团都来颁发奖学金。
咱过一年学期一届要来发咱的奖学金，不过规个暗暝拢无看到，当拄着拢无看到，无看到因申请奖学金，甲因问讲，有诶我袂记一啦，啊有诶我就甲因讲爱加油。咱今仔份发14个，我希望后一摆来发，咱逐个小朋友拢来申请，安尼好无？来，潘轩儿，恭喜你哦！吴文婷，吴文婷。李佳琪、吴义成、张安杰、安杰，恭喜，继续加油！张信群，信群，哇，恭喜恭喜，继续加油！李承勋。陈勋，恭喜哦，继续加油！林心宇，哇，恭喜！继续加油！张丁贤，加油！恭喜！林崇珍，哦。恭喜！加油啊！继续加油！张信怡，加油！林崇慧，恭喜！加油！继续哦！黄慧谦，加油！继续加油！张俊明，加油！陈哦，啊，那个再跟干事，我再跟你讲啊。我就记得国乐兄应该是陈，可是他打出来我就知道你。王永仪。恭喜，加油！好，安尼咱来祝福咱所有的囡仔嘛，希望继续加油，后期搁侪大家拢来请，安尼好无？好，拜拜。好，这是来报告。报告的代志，阮请掀开主播的第二面金句。咱来念2摆，亲像人得到伊的老母安慰伊，我也要安尼安慰恁，恁也要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以赛亚书66章13节，亲像人得到伊的老母安慰伊，我也要安尼安慰恁，恁也要得到。耶路撒冷得到安慰，以赛亚书66章13节。下周的圣工分担，下周主日的圣工分担，领袖是陈信雄长老，司礼是林宗豪执事，司经是苏云伟姐妹，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张景伦跟郭金敦执事，交台是张建伦甲林崇珍姊妹，音控是彭兆亮跟张家瑞。讲道的讲稿整理是刘润平牧师。下周拜三的查经基督会题目是上帝的脚印，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5到21节，是主理是黄传道，司礼是陈定辉长老，
下礼拜日的礼拜题目是5望的灯塔，盼望的灯塔。经文是罗马书5章第1节到第5节，主理就是刘润平牧师。其他的咱家己来看。咱先开报告的，就是第6面遐。先开咱做阵来看。第1项是母亲节感恩联合礼拜。本主日是母亲节，教会要为着要感谢每一个妈妈吼，过去一年的辛苦吼，教会有准备要互每一个妈妈有一份礼物。少年团契拄则恁刚拄则嘛有看到，有准备影片互大家看呢。祝福祝福全部的妈妈拢母亲节快乐，对。第2是奉献的方式，就是为了要方便可能有人伫厝内看直播会友吼，为了要互因会当方便会当奉献，所以就是有准备，就是会当用汇款的方式来互因奉献。资料就是下骹遮有2个账目可以看，会当汇款。若是有问题，会当打电话来教会来问。第3项也是中职会开会的时间有改变，阁有私立教育训练。5月的中职会开会的时间有调整哦，到下礼拜3月17号调开吼。开会煞阁有中职私立的训练，若是有丢一请拢劳部会当参加来训练。第4项，2019年度的奉献证明，旧年的奉献证明已经有开出来吼。若是礼拜煞，若是有需要的人会当去柜台领。第5项是少年团契新动工的名单吼。顶个月少年团契已经有改选吼，名单伫内底，大家会当家己看。第6项，教会无园管理的办法有修订。小会于4月26号有修订无园的管理办法，有搭伫迄楼骹的公布栏，若是有想要了解的，当去看。第7项是奖学金的办法，拢总就是有16个，拄则嘛有办法啦。咱恭喜遐个学生嘛，祝福因，愿主祝福因会当继续努力。第8，玉山神学园奉献主日，下礼拜是玉山神学园奉献的主日，请兄姐会当备办心。第9项，门禁甲水电提醒，就是教会门禁还有水电，就是若是有兄弟姊妹有来教会的时阵，要离开的时阵，请一定要注意甲迄电火啊，还是啥物若是用到水的啊，拢请一定要注意啊，甲伊关起来，莫就是减少浪费资源。佮一定要关门减少维护教会的安全啊，这样子。好，其他的若是集体交通佮有奉献的部分哦，咱请大家来看。奉献部分若是有毋对的，还是有要修订的，请甲教会的会计同工来讲。上银，歹势，今仔日敢有新的好，无，好，歹势，好，上银新信息394首，新信息394首，即时礼拜伫要煞。
张文林长老来替咱祝祷。咱来领受对上帝来福气。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叹，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散花。